我早2日同個 X 嘈交，佢威脅話要公開我同佢嘅 WhatsApp 對話，我嬲起上嚟，成個對話刪除咗，以為一了百了。點知我個 IT 朋友同我講，你呢頭刪除人哋嗰邊可能一早 cap 晒圖或者備份咗啦。你知唔知原來就算你刪咗機入面嘅記錄，只要對方嗰邊有保留或者你曾經備份上雲端，要透過法律程式拎翻出嚟唔係難事。而且而家法庭接受電子信息作為證據，就算你拆咗個電話，個信息記錄都仲喺個 server 度。所以呢，同人哋傾重要嘢，特別係可能會有爭拗嘅錢銀，唔好諗住復完就 delete 當冇件事。你講過嘅每一句說話喺法律上都可以成為對你不利嘅證據。最好養成習慣，重要嘅對話唔好亂咁講晦氣說話，唔係俾人 cap 低咗上到法庭就好肉酸㗎啦。你話呢啲嘢係咪唔係你刪咗就等於冇發生過？